今日呢條片，我為所有想喺內地做好生意嘅港澳商家總結咗2026年內地流量嘅生存法則，總共30條，每一條都係乾貨。第一，凡流量就係割韭菜，內地社交媒體平台嘅算法都係精準推送嘅。第二，你嘅流量唔精準，係因為你嘅目標客戶冇刷到你嘅內容。第三，記住啦，做內容最終嘅目的唔係漲粉，唔係揾客，唔係刷存在感啊，而係為咗成交鋪路。第四，內容為王嘅時代啦，可以令到觀眾有反應嘅先係好嘅內容，點讚啦、點評啦、收藏啦、轉發啦，都係有反應。流量只會俾有反應嘅內容。平台嘅算法淨係認清數據。第五，平台要揀啱，港澳商家要針對性配合平台嘅屬性做內容，唔好盲目咁全平台咁去鋪內容。小紅書種草，抖音係做引流嘅，視頻號係做私域轉化嘅。第六，而家係付費流量嘅時代啦，唔使驚使錢買唔到流量，關鍵在於點樣降低揾客嘅成本，而降低流量嘅成本嘅核心要素在於咩呢？就係優質嘅產品、精準嘅內容、真實嘅人設、獨特嘅風格同 AI 高效嘅協助。第七，內容等於標籤集合。喺算法嗰度呢，你嘅視頻唔係作品啊，係一連串可以拆解嘅標籤啊。你賣嘅係港澳手信啊，標籤就係港澳特產、大灣區味道。你喺香港保險行業，標籤呢就係香港保險攻略。點樣買香港保險？流量推送唔係靠你嘅行業，而係靠你嘅標籤匹配度。第八，港澳商家一定要建立私有嘅標籤庫，將港澳品牌嘅獨特性、優質性寫入去，呢個呢係內地商家偷唔到嘅資產嚟嘅，亦都係你嘅差異化堡壘。第九，流量精準化，模糊嘅粉絲畫像根本係冇用噶，要揾一個具體嘅客戶，好似住喺深圳南山，周末中意去香港行街，中意團香港嘅零食啦、寶媽啦，喺珠海翻工，想去澳門做醫美又驚踩坑嘅白領啦，將呢個具體嘅人群服務好，自然就會有一班同佢一樣嘅人嚟揾你啦。第十，內容規劃咧分兩條線嘅，一條咧係人設線，搞清楚你嘅視頻係俾觀眾記住啲乜嘢，係記住你個人啦，定係記住你嘅產品，定係記住你嘅品牌。另一條咧就係流量線啦，呢條內容咧係拉新，係養熟嘅，定係直接成交嘅呢？11，人設唔係自我介紹出現嘅，而係觀眾腦海裏面自動生成嘅，觀眾對你嘅印象就係你嘅人設啦。第12，新人做賬號唔好大海撈魚啊，要精準打入唔同嘅垂直圈子啊，每一條內容都要瞄準特定嘅人群啦。心智子彈一擊即中先有效嘅。第13，內容要分基礎同埋獵奇啦，70分基礎內容，穩定更新，增加信任感，間中可以發一啲獵奇嘅爆款文案，可以幫你快速漲粉啊。第14，揀題等於需求加解決嘅方案啦，典型嘅需求，想買香港特產，迫切嘅需求，想快速買到香港本土特產，隱藏嘅需求，想送有面子嘅香港特產。解決方案有5種啦，俾資訊啦，香港本地人都中意買嘅3款零食，俾觀點啦，唔係所有嘅香港蛋卷都食得出老街嘅牛油香喎，俾步驟，手把手教你喺屋企整正宗嘅香港咖喱魚蛋，俾故事，我阿爺喺香港開嘅老店，存在3代嘅配方，俾體驗，帶你行下香港本地人成日去嘅街市。15，喜好最快嘅方法係令到觀眾可以白嫖啊！你係香港餐飲嘅，就要教喺屋企整香港茶餐廳正宗嘅叉燒秘訣。你係香港整容醫生，就要分享分別正規嘅醫療機構同黑診所嘅避坑指南，先令到觀眾佔啲小便宜，再慢慢轉化成客戶。16，萬能嘅爆款視頻框架係原子化嘅結構，每10秒一個獨立嘅信息點，好似講香港絲襪奶茶10秒講香港絲襪奶茶要用咩茶葉呢？再10秒講煮奶茶嘅時候火候要幾多呢？再10秒講點樣分辨奶茶裏面有冇植脂末呢？內容冇廢話，觀眾先唔會滑走噶嘛。第17，開頭只做2件事，精準加陌生。精準就係令到目標客戶一眼知道呢條視頻同我有關，好似港澳老闆內地開鋪引流嘅係靠咩招啊？陌生係用新鮮嘅方法講熟悉嘅需求，人哋講
開鋪引流，你講我用香港茶餐廳小套路喺深圳開鋪一日賺咗3萬蚊，反差感先至係流量嘅密碼。第18，內容唔好講得太悶，80分就夠啦，留20%嘅空間，勾住觀眾嘅好奇心，好似結尾可以留個懸念啦，就係引導評論同埋互動啦，互動越高，流量就會越好。第19，痛點同慾望比功能參數有用10倍啊！唔好講醬料無添加，要講用佢整嘅牛腩同香港茶餐廳一個味道啊！場景化嘅描述更加吸引。20，先做工具人，再做魅力嘅人設，先提供價值，好似香港購物嘅避坑指南，再植入人格，你嘅港普口音、創業故事都係吸粉嘅利器嚟㗎。先利他，再利己。21，有立場、有弱點嘅人先至會俾人記住嘅，你嘅小缺點就係觀眾嘅共鳴點，完美嘅人設反而令到人哋會覺得同佢有距離感。22，人設越強，客戶更加願意為你嘅服務買單。強人設代表清晰嘅價值觀同穩定嘅品質保障，客戶買嘅就係呢份安心，甚至願意為你人設而溢價買單。23，高客單成交靠嘅係投緣而唔係比價。喺行業裏面同質化嘅時候咧，觀眾買嘅唔單止係產品，仲有你啊，係你呢個人嘅認可同信任。24，唔係同行比你犀利，而係你唔識喺同行裏面攞流量啊。好似你喺澳門做小食咁樣，你可以去搶本地嘅探店流量啦。如果你係香港美妝代購咧，你就可以去搶護膚賬號嘅流量啦。25，唔識利用 AI 係因為你冇食透內地流量嘅玩法，將 AI 當成你嘅助理，潤色文案、剪片、做數據分析，可以幫你慳好多時間，效率翻倍啊。26，唔好忽略本地生活嘅聯動啊，同內地嘅網紅啦、本地嘅商圈合作啦，搞港澳主題嘅聯名活動，借內地嘅網紅龐大嘅粉絲群體，快速打開本地嘅市場。27，數據復盤，捉住核心，重點有3個數據：內容嘅目標客戶觸達率、私域沉澱率、成交轉化率。唔好執於播放量啊，無效播放再高都冇用。28，視頻流量嘅黃金法則，頭3秒一定要快、密、狠，後面就要慢慢鋪啦。頭3秒一定要捉住眼球啊！千祈唔好再喺香港亂賣護膚品啦。呢3個坑，90%嘅人都踩過。越去後面越多人慢慢講細節、講故仔，觀眾嘅耐心係慢慢增加嘅。開頭吸引唔到人哋，後面內容再好都冇用啊。29，要做價值嘅塑造啊！我哋呢間牛腩用嘅係香港30年嘅老店同款配方，要做慾望刺激，喺屋企都食到嘅地道港式茶餐廳味道。我要做信任嘅鋪墊。我喺澳門做咗10年餐飲，喺內地開鋪講正宗，唔係嘅話，就算有人嚟問都冇得轉化。30，私域唔係微信好友嘅列表，係可以重複使用嘅流量信任詞，將公域引流嚟嘅客戶用港澳專屬嘅福利，好似專屬嘅折扣啦、沉澱嘅私域啦、定期做社群互動啦，復購比新客成本低10倍啊！最後劃重點啦，呢30條乾貨碎片係入口，但係唔係全部，將碎片拼接成一個系統，將系統變成風格，將風格變成影響力，你先至可以喺內地企穩。內容鼓勵碎片化，但係你嘅成長絕對唔可以碎片化喎。我係寶儀，專做港澳商家內地流量，由0到1幫你做品牌、搞流量、做變現。2026年想喺內地市場分一塊蛋糕嘅港澳老闆，快啲撳下面條鏈接啦，領取屬於你嘅港澳商家內地流量變現手冊，等你少走1年嘅彎路，快速攞到成果。